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动物保护法的修正案以后，明年2月开始就要正式实施。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流浪狗零捕杀。对此，台南市政府在落实结扎、原地野放以及扩大领养以后，已经将原本1万多只流浪狗安乐死，一直降到今年挂零，率先全国达成零捕杀的目标。台南市动保处指出，咱因为实施猎狗、结扎、原地野放以及扩大领养等措施，除了有效降低流浪狗捕杀的数量，包括今年开始执行的零安乐死政策，将流浪狗数量对1万多只达等下降，一直到今年挂零。我们目前我们台南市在104年度已经实施那个零安乐死这个部分也是要感谢我们市长的大力支持那我们台南市与全国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有实施那个原地暂治这个部分在我们认养率有到瓶颈的时候虽然历年也都有在提升但是你要立即推行零安乐死，我们最重要的也还是要跟动保团体合作实施原地暂治也在这边我们市长也有在呼吁就是说我们的台南市的流浪狗也是我们台南市的一份子也呼吁大家在有一些乖的部分的流浪犬也给它有生存的空间，只要有剪耳做记号的部分我们就是不予捕抓，但是如果有追人、咬人、属实的部分我们就做好危机管理，我们再把它抓回来抓回来不是说就是把它做处理掉，而是我们再加以训练转做工作犬甚至如果是说真的也没办法的部分，我们再请那个私人收容所来协助收容。同另外，因为立法院3读通过动保法修正案，在明年2月就要正式实施零捕杀。不过，台南市已经率先达成目标，同时嘛希望持续加强领养，来降低收容所收容压力。目前我们那个动收组的组长洪组长都很尽力卖力的在那个推广那个认养工作犬并且有部分的那个状况，我们也是结合爱心人士那个帮忙我们也招募那个志工那个推广我们的那个认养让认养率能够再提高。台南市的动物保护团体严格监督加高风险的 TMVR 执行之下，会当顺利达成目标，嘛达得市民安全。台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一位被各大病院宣判肝癌末期的男性患者，无放弃性命，继续选择安南病院进行治疗。想不到医生第一届采用肝动脉化学治疗，搭配电药栓塞，这2届疗程就出现明显的效果，而且无啥物副作用甲并发症。上午患者也亲身出席记者会来做分享。67岁男性虽然有肝炎，不过身体状况一向袂歹，但今年4月却因为体重下降，检查时意外发现有超过10公分大的肿瘤，连大病医生拢宣判这款已经是肝癌末期。不过男性并无绝望，决定到安南病院寻求治疗。想不到只接受2摆肝动脉化疗以后，现在复原情形出人意外好，嘛好有顶头生感动。当时就是要快一点说，把东西说出好，要交代的交代，对不对？然后就遇到台南市安南医院嘛，他们有这种机制嘛，那我就来了，我女儿就叫我过来，透过公关这样子。所以现在状况怎么样？现在状况有50% 以上都很好，有恢复。对，然后还要再做4次，当时是要6个疗程，现在才第2个而已。意外惊喜啊！意外很惊喜，结果说我很喜欢听到这种，他们有用心，他们医院的团队很好，想办法帮你做。就想办法很用心，
看到那个 CT 电脑断层以后，第3天吧，他就叫进来。李连秋执行这摆治疗的放射科加消化内科医生嘛坦承，开始过去肝癌不是开刀电烧，就是栓塞。这摆对患者的肩胛头附近主动脉、清理肝动脉进行化疗，加上电药的栓塞，嘛是病院第一摆试验，想要到有明显的效果。67岁陈先生哈，然后他就是一个慢性 B 型肝炎的带原者这样子，然后就是到今年突然被发现有超过10公分的肝癌，那因为他的肝癌太大，大概电脑断层量测起来是12公分，而且他有大血管的侵犯。那当一个肝癌它太大，而且又有大血管的侵犯的时候，比方说它是有肝静脉和肝门静脉的侵犯，那这种情况下，可能第一个没办法开刀，第二个没办法栓塞，也没有办法去做电烧、酒精注射这些我们平常在使用的办法，它就是没办法啦。对，然后很特别，就是我们安南医院可以提供一个肝脏动脉的化疗，我们会从左边的肩膀摆一支导管到他的肝脏里面去，然后从这个地方给一个很低剂量，因为它是直接对着肝脏打化疗，所以它不需要有太多的剂量，它可能只是一般我们打静脉剂量的，就是可能1/7到1/9，所以剂量很低，所以病人他打化疗，他的不舒服也会减到很低。这些我们讲白血球、掉头发这些，在做这种肝动脉化疗的病人，他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会很不明显这样子，所以其实病人比较不方便是他可能要接受连续5天的治疗，那1个月治疗一次，他只要1个月那个礼拜辛苦一下，后面3个礼拜到4个礼拜他就可以回家休养，然后隔1个月再来做一次，他做6次，这是一个疗程。原本被宣判只剩半档寿命的陈先生，最后才是伫安南病院轻松完成治疗，而且完全由健保给付，也予伊相当的感动。希望加油同款正他患者唔通放弃。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有袂少看病民众时常毋知影家己何时爱回诊，或者是做甚物检查，甚至检查进前敢需要空白，是毋是会当啉水等等，也拢无清楚。所以一到病院才知影讲，无符合检验的条件被走一抓。现主时在咱病院的研发一套 APP 的软体，互民众透过手机就当随时查到这个资讯。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上午伫门诊大厅发表关于家己研发的检验检查以及卫教提醒的 APP 软体，希望透过系统，互民众随时透过手机查询想要检验的项目以及事先应该注意的代志，也会当提醒病人伫什么时阵应该爱回诊，非常的方便。随着医学的进步，大家照顾大家的健康。但是呢，也随着我们的手机呢，非常的方便，成为大家的耳朵、眼睛，甚至呢可以做很多由近端呢控制远端的事情。那这个 APP 的控制呢，在我们今天的发表呢，它是一个创新。创新呢，当大家透过这个手机的 APP 呢，可以照顾自己的健康。那我自己会用，但是最主要是要照顾大家的健康，提醒你该什么时候要去检查，该什么时候要检查的资料怎么分析。接着呢，提醒你不要忘了检查，甚至呢，检查出来的结果呢，可以做第一次的一个了解。透过这项 APP 的软体，除了会当查询门诊的进度，可以当提醒病人当时应该爱食药以及用药的相关资讯等等，内容非常多元，而且接近民众的需求。这个便利性蛮好的，有时候我们要看病嘛人都会生病嘛，对不对？都会。有时候会挂了号，有时候会忘记啊，所以就会输进去里面说，我什么时候会去回诊这样子，而且他还会提醒你这样子，就是说我会设定说，前一天给他做那个提醒的动作，就是说第2天我必须要回诊这样子，他都会有提醒的那个动作，还有吃药也会提醒你这样子。吃药，对，什么时候吃这样子，才不会忘记这样子。民众若是想要使用这项便利的系统，只要到 APP 的商店查询台南病院，并且下载申请注册，就算佫较无用，也当随时掌握相关资讯。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
伫智慧型手机普遍以后，自拍嘛对咧流行。摄影师赖清辉特别打造一个专业自拍包厢，配合布景、服装、道具，甚至还有音乐，而且毋免摄影师在场，就当家己遥控、家己翕，去引真侪少年人去做体验。算点名十几档的赖清辉，除了描写接下婚纱等翕相工作，2档前嘛投资900万开设专业的点名棚，对布景、灯光等设备看起来虽然无啥特别，不过一讲到自拍，买当来棚内就较无共，因为当中结合多元变化的布景，加古在里外服装加道具，甚至佮搭配音乐的情景。互包厢已经变成消费者专属舞台，家己遥控、家己耍，根本毋免摄影师在场，而且即款毋免惊外口烧热，同款会当伫海边翕出逼真趣味的实景，开始吸引侪少年人的眼光。我会来到这个摄影棚玩这个自拍的那个活动，是因为现在外面夏天天气很热。然后我们如果来到摄影棚，就可以借由那个后面场景的部分，制造一种我们就在外面海边那种气氛，然后就感觉很逼真这样。对啊，就很逼真这样。业者表示，对开店到大28岁到35岁族群来交管上济，不过亲自做回来体验自拍嘛愈来愈济，甚至专工对全国各地来体验留念的拢有。因为近几年来那个在于自拍这非常流行啊，因为一般时下人自拍都会用手机去自拍，可是自拍的效果就是只能拍到局部，它不可能拍到全身。那来到摄影棚，它可以拍到全身，也可以拍到瞬间的凝结。所谓瞬间凝结，比如说你如果跳起来，它可以抓住你跳起来的凝结这个画面，还有一些特殊的画面是手机没有办法来做自拍的，来做比拟的。那更何况这个摄影棚自拍，它还是属于商业的东西。你如果要把它做成商业的印刷啦，都可以。那手机是不可以的，手机只能单单在那个网络上去做流传。这是那个摄影棚自拍的跟手机自拍的差别在这边。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创立那个自拍棚的最大的用因在这里。业者表示，该店以人头甲时间来收费，所以愈侪人愈会好，而且只要加入粉丝专业打卡按赞，也佮有特别的优惠。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叶坤杰马上带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瘾。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高宝鱼是一种饲足侪鱼仔，大部分拢被客来做成鱼酒、鱼丸。在原里地区都有面店，专门客高宝鱼来制成鱼酥，加上其他配料，成为招牌火虾米。这个60档的好滋味，也去因总统蔡英文到处去品尝，所以也有了总统面的名号。创立到大已经60多档的火虾米，是原里地区真知名的小吃之一。招牌面不但采用高宝鱼所做鱼酥，而且内底佫放了真侪配料，有沙白鱼皮、大肠皮、鱼丸、肉片，口感丰富，而且佫真平价，无怪成为当地的人气小吃。而且食10几档啊，伫台南市内。你古代就伊名多就走来食啦。系啊。就食了就袂歹食。就迄味道都敢若无啥共款啊，嘛足少人咧做这呢，味道嘛就无共款的，安尼呢。阮真简单，阮咧做的传统，阮是用高宝鱼，
啊，你高宝鱼因为伊的饲较济嘛，啊，古早高宝鱼是拢硬鱼腐，啊，硬鱼腐的时阵，伊食起来肉身较薄身，啊，所以讲阮得用伊的落去做高宝鱼酥翅。口感哦，口感食起来就是安尼软脆啊 Q 度，啊，当然咧，古早人咧食的时阵较无啥物件通食嘛，啊，会感觉物以稀为贵啊。啊，即摆个物件个高宝鱼个即摆个产量也个较少，所以讲即摆高宝鱼啊真贵啊。而且真特别的是，店内的好滋味也经总统蔡英文一再来造访，甚至伫即摆总统大选了后，阁互今晚火虾米有了总统面的称号，顾客来食就是指名要食即味。因为当时迄阵阮也拄要休困，啊伊拄迄边来做浮线的动作嘛。爱多未来了，啊，较多未来吃，啊，较伊来几啊抓，啊，伊来拢足低调，拄啊吼，这边吼安尼，蔡总统哦，蔡总统吼，啊来安尼火虾米安尼吼交关，啊店面也有蒸日上啊，啊希望哦国家吼管理又好势吼，啊人民较会幸福。这间面店经营到今已经来到第2代，甚至第3代也开始学习接手，也互这个难得的好滋味会当伫原里人的记忆当中继续传承落去。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湾里地区一间有50档历史的饼果室，伫早期咖啡厅也未遐尔普遍的时代，是未婚男女相亲约会热门场所。所以头家娘自少年到大，都见证滚啊队的姻缘，甚至有一寡人客，佫会特别登去店内重温过去酸酸甜甜的难忘回忆。早期因为无咖啡厅等约会的所在，所以饼果室都变成男女朋友，也即是相亲的热门场所。这间伫民国53年就开始营业的饼果室，是当时的原里地区未婚男女上爱去的所在，并出现几啊对姻缘，甚至阁有人客伫结婚了后，阁来到店内回忆当时的情景。啊，大家嘛拢也看看，伊逐个来哦，就讲头家娘，我来伫恁遮相亲正的呢。哎哟，结婚了，叫大家来甲我食果食袂啊？较你讲的呢，无我唔知。我讲恁种人遐尔济来咧相亲哦，我袂当甲伊啉倒一注啦。啊，恁大家若相了，拢走来过来甲我捧场啊。啊，迄前礼拜嘛是个人来咧捧场。伊讲阮伫恁遮相亲的，正的呢。会当经营超过50档的历史，是因为头家对挑选水果有非常精准的眼光，用看就知影水果的品质。大约2-3天就亲自到新华果菜市场补货，就是要让消费者食到俗搁好的水果。我做50几档，我比较顺，物件目睭看真好食歹食，你做50几档，佮做甲讲毋知物件要好好歹要安那，目睭看就知啊，用就知啊。看熟度有够无，对毋对？你甲讲用重去来食，安尼也使，安尼学一世人嘛，学袂？咱你共买，敢有可能讲要切一条你食看卖啊？有可能。热天来一杯天然的果汁，也就是水果切干、清凉个配伙，而且单纯无添加人工香料甲色素，互人食了安心、又健康，也因此累积了不少忠实的老顾客。我63年结婚的时阵，你家住6档然后才去到仁德，仁德只要我们有回来老家玩，就一定会来这边，就是火虾米，还有这个冰山水果店。他们老板娘现在都70几岁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回忆啦，是一个回忆。然后东西又纯又好喝，这才是重点。他的水果是那个老板那个阿伯他自己亲自到产地去挑。然后你有看过那种就那种打果汁店吗？是那种就是现切的水果，然后再打果汁的很少。就算一般的那种水果果汁店啊，它就是只是把那种比较差的水果，或者是比较过熟的水果，他会把它切好，放在那个杯子上下去打果汁。可是那个阿伯啊，就是这边的老板，他是直接现切的水果放在上面让你看。那你要，比如说你要西瓜汁或者是木瓜，它是现切，马上就在那里打果汁，让你看到新鲜的果汁，你喝到是新鲜的。所以这边的那种，其实在这边吃东西的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因为他吃到最新鲜的，
然后第二点是这边的感觉，就是坐在这边的感觉是很棒的，就感觉很像坐在那种60年代的那种地方，然后吃的那个喝的果汁啊，吃的那种水果切盘啊，那种感觉是一种享受啊。另外店内还有一大招牌，就是古早味的红茶。头家坚持用大灶烘红茶，让茶啉起来加一个茶色的香味，也是现在真歹找到的古早传统味。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南一赛主会28号举办一场关键仪式，邀请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总监许富大、前总裁黄振南等人担任贵宾做见证，将富有专车关键予家户中心。赛主会是国际性的社团，伫世界各地公益服务，常常出现因的身影。伫台湾，又阁是所有国际赛主会当中捐款上侪地区。真侪公益团体拢受过因的帮助。这届台南市南一赛主会注募60万，搁再加上国际赛主会国际基金1万美金的捐助，购买了一台富有专车，要来捐予北台南家福中心。北家福在，南一狮子会在。我们南一狮子会成立第3年，捐赠了第3部车，在于捐布这部车是由背后我们这一群我们南一的师友，大家鼎力的合作，再加上国际基金 LCIF 的协助，让我们在于7月份第1个月我们就完成了这项创举，我们在此我们也是很希望的说，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社会服务能够更用心的为这个社会的弱势尽出一份我们的心力。300地湾区狮子会还有我们的南一狮子会那今天捐赠这样的一部车子客货两用车给北台南家福中心其实我们有一辆大公车已经是比较旧的公车了那因为有很多人使用，而且超龄又给它超时间使用所以已经不堪使用那能够获得这样的就是这一部客货两用车，这个对我们的社工应该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未来这台富有专车将会作为发送物资、关怀学童，也有早疗接送等等服务。南一赛主会希望透过专车捐赠的实际行动，会当抛砖引玉，让更加侪人加入行善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4月份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